早幾日發咗一條視頻，係關於美國呢已經取消咗我哋香港800蚊樓下嘅小郵包唔使交關稅嘅條款。咁呢次嘅視頻呢係做一個補充，而當時要收嘅關稅呢就145%，所以呢香港嘅郵政局已經呢暫時取消接收美國嘅小郵包。咁如果你哋寄紙張呢都可以寄出去嘅。我就試過返中國去寄，咁寄咗幾次呢都係成功咗嘅。咁我將方法呢再補充一次俾大家。視頻係全螢幕打直顯示，點選下屏幕，喺右下角點選下呢就會打直顯示。想回復返打橫顯示，喺熒光幕點選一下暫停，喺嗰個右下角點呢個位置，咁就可以回復正常。當我哋要寄嘢去美國，首先呢就將用開嘅菜鳥集運點選入去，喺佢個畫面嘅左上角點選你要修改地址，改成為美國。換咗去美國倉，去返面頁，點呢個去集運，裏頭呢就有一個專屬地址，所有嘅嘢寄嚟呢個美國站嘅地址呢都可以轉發去美國。為咗方便，你可以去返面頁，撳右下角我的，然之後呢增加一個寄去美國朋友嘅地址。咁注要準備一個外國嘅手提電話，同埋呢個地址。通常譬如紐約，佢會出現 NY， 咁你係需要呢喺個地址選欄度揀佢個全寫 New York。如果有啲係唔識得即時兌換，咁你可以睇我視頻尾段，我就將嗰啲簡寫呢，佢51個州嘅簡寫呢都擺喺最後面俾大家參考。選擇佢哋地區呢，你可以書寫去搜尋，不過你都可以喺個選單度向下拉，完成增加地址儲存，方便呢轉發嘅時候使用。至今日喺大陸寄出，大概第二日嘅下晝就收到。你去返面頁，喺集運訂單點入去，咁呢度呢，你就會見到待入倉，咁即係話佢已經收到你有包裹準備入倉。你可以點選入去呢，做一啲報關嘅資料，寫低個數量同埋價錢。如果佢真正到咗可以轉發嘅時候呢，佢代盒單呢就可以見到呢件貨物，你就點選入去，就然之後安排去轉發去美國。咁佢物流呢就有經濟海運，大概需時1個月，亦都有個經濟空運，大概需時係2個星期。另外有一個標準客運，貴少少呢就會快1-2日。如果唔明白就點選呢個位置，佢就會將所有嘅收費清晰咁話俾你知。咁注意菜鳥計算運費呢，就一定係1 kg， 即係話如果你包嘢只係得0.5 kg， 佢都會當你1 kg 計。喺你俾運費嘅時候呢，就已經要預繳嗰個美國嘅關稅。雖然美國就話54%，咁即係話如果件嘢係100蚊，你就要預繳54蚊。菜鳥呢都唔係一隻笨鳥，所以當你預繳54% 嘅關稅，你仲要加埋菜鳥嘅雜費，所以一共呢預繳65% 稅。即係話如果你件貨品係總值100蚊，咁就要預繳關稅同埋服務費65蚊。關稅如果俾多咗呢，喺成功寄件後呢，就會自動退返入你個戶口。貨品嘅價值係你可以更改，但係呢一定最少嗰件物品唔少於36個半。咁當然你哋可以略作調整嘅，但係照知呢，美國嗰邊呢就已經知道呢，有啲集運呢就係將一啲物品嘅價值調低咗，方便嗰個關稅可以平啲。咁所以大家喺呢個填你嘅物品嘅價值嘅時候呢，咁就要小心一啲。即係如果實報實銷去報稅，咁可能會好貴，但係如果呢略為修改下呢，又唔好改得太過分喎，要合理啲。即係2公斤嘅嘢，你冇可能報最低消費嘅36個半。當你要集運物件去美國嘅時候，就要點選清楚佢係用海運呢定係空運。點選咗之後，你仲可以預先睇到佢係需要俾幾多錢嘅運費同埋關稅。
而我呢就想慳啲運費，所以呢我就預早充值咗一啲運費落去，因為越充得多呢，佢個回贈折扣係多啲嘅。咁仲有一個慳錢方法，咁如果你喺物流公司寄嚟菜料嘅美國倉，佢用咗個好大個箱包裝咗嘅話呢，你轉寄嘅時候可以要求佢拆咗個包裝，咁你個重量會少咗，自然運費就會平咗，平咗個運費又會退返落你嘅戶口。咁所以寄件嘅時候，你喺速遞公司呢，我嘅手型就喺大陸要寄呢包包裹去美國嘅大陸倉，我先呢就包好佢，但係唔封口，方便呢就俾速遞嘅職員檢查。然之後呢就封返佢，封返好之後呢，速遞公司嘅職員又會用一個大盒包住嘅。咁去到美國倉嘅時候，當我要轉發美國，我就會要求拆咗速遞公司嘅包裝盒，咁自然呢就會輕咗，咁所以呢運費係會多收咗嘅話，就會退返俾我。成功將個包裹轉寄去美國，你可以隨時入返去菜鳥，點選集運訂單，然之後再喺呢度代收貨呢度點入去，揾到你寄出去嘅貨品，呢度按一下出庫照片，仲可以睇到你件包裹入去個倉嘅時候個實際重量、包裝嘅外貌，再點選查看物流，由你落單至到佢發出去海關，每一步呢都好清晰話俾你聽，咁當然會直到簽收啦。咁呢個會唔會幫到你哋寄貨去美國呢？咁如果你哋仲諗緊點樣寄嘅話，不妨試下呢個方法。呢度係美國51個州嘅英文縮寫，方便大家填寫地址。我呢度總結一下，如果你哋有貨要寄去美國，你哋可以試下返大陸，用一啲集運公司寄去菜料嘅美國集運倉。而家美國嘅關稅係54%，菜料呢就會預先收取佢嘅關稅同埋佢嘅服務費，大約每件產品呢就變咗要收65%。到你件產品俾你嘅美國朋友簽收咗呢，如果收多嘅關稅會退返落你嘅戶口。如果你哋想再平啲嘅話呢，就可以充值佢嘅運費，亦都可以喺付運去美國嘅時候呢，將原先嘅包裝盒，即係速遞公司幫你寄件嘅時候，幫你外邊加嗰個紙盒，要求拆咗佢。咁當然你裏頭嘅包裝一定要自己包裝好。向填寫收件人美國嘅地址，要有佢個美國電話，一個電郵，要有佢嘅郵區號同埋佢住嘅省份嗰個英文縮寫，對照返一個正寫出嚟。而美國關稅係基於你嗰個產品嘅價值加收54%，咁又唔可以少過36.5%嘅貨值。咁大家自己走盞啦。好多謝你觀看我嘅視頻，如果喜歡，歡迎你免費訂閱我。如果覺得資料有用，就記得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仔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